7月开始，台南沙巴鱼进入产季，为了让全国朋友拢会当食上鲜上潮时的沙巴鱼，市府甲全联福利中心以及大润发等通路合作，拄啊规划台南沙巴鱼专区，严格选择冷冻安全的水产甲加工品以外，同时嘛甲饭店合作，由国宴总铺师推出6道创意料理。里面但天开嘛够场到推荐，完全无饲哦，会当安心食。那像这个就是我们有代表香麻，就是有川菜的那个香麻口味的虱目鱼柳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本土的台湾菜哦，西瓜米、沙巴鱼汤哦，这让台南在地的本地菜哦。再来这就是我们的创意料理，用我们的预警的芒果，然后搭配了那个沙拉，然后去做成了我们的香芒果绿虱目鱼，然后这是鱼柳，我们把它变成球哦，就是有点创意的料理。今嘛免惊饲啦。今摆有看到无？哦，这吼，咱拢甲饲拢处理好势好势吼。有鱼丸啊，有这鱼肚吼，无饲的鱼肚吼。了后，佫有咱这梅哦，你看吼，所以咱已经甲咱沙巴鱼啦吼，已经甲大家会惊的饲吼，都把它全部变成没有。所以讲吼，大家知影沙巴鱼足好食，毋过咧，咱嘛足大心的。因应今年台南市市府为了打造沙巴鱼故乡的今日招牌，民众只要购买相关沙巴鱼指定商品，都有机会抽价值15000块的黄金沙巴鱼。那我想，不管生鲜的这个货品，虱目鱼或者是虱目鱼料理，都有最好的组合。那在活动期间，从7月22号到8月26日，中间又7月26日到8月22日。中间又可以来消费任何金额的虱目鱼产品，都可以来取得这个抽奖资格。这个头奖有这个5只的这个虱目鱼，纯金的虱目鱼哦，总共有5份头奖。好，那欢迎大家一起来。那在这边，如果购买超过200块钱以上的虱目鱼产品，又有获得20块钱的折扣，几乎是非常非常经济实惠又营养好吃。那还在等什么呢？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全联，欢迎大家来台南，欢迎大家来福尔摩沙来买、来吃、来逛虱目鱼哦。欢迎民众把7月26到8月2日期间做回来买来吃沙巴鱼，也有机会将纯金沙巴鱼炸回去。台南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。